Hello， 你好，今日咧帶大家嚟睇一個位於跑馬地昌明街2號嘅物業。呢個單位咧係屬於一梯一伙嘅設計，窗多，實用率又高。呢度嘅實用面積咧有568尺，有2個大嘅睡房啦、廚房同埋洗手間。呢度窗多，帶大家睇下個單位。呢度咧一梯一伙嘅設計，私隱度特別高。我哋由大門入到嚟咧，就經過呢個客飯廳。呢個客飯廳咧都方正實用喎，旁邊咧亦都有一組嘅窗戶。呢度咧有一排嘅儲物櫃同埋電視櫃。呢個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啦，長方形非常之實用，面積都幾大喎。上面咧有一大排嘅櫥櫃。呢度咧就係灶頭嘅位置，而廚房出到去呢個客飯廳咧，前面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做成飯廳嘅位置，而旁邊靠近窗嗰邊咧就可以做成客廳嘅位置喎。單位嘅浴室屬於企缸嘅設計，旁邊咧有一組嘅大窗，非常之光猛啊！由客廳入去咧，我哋經過第一個睡房，呢個睡房咧面積非常之大喎。有個 L 型嘅大玻璃窗，採光率都非常之好啊！呢個 L 型嘅大玻璃窗咧，令到陽光特別充沛。望返出去咧，出面就係成和道嘅位置，由成和道轉入昌明街2號，可以減低咗啲馬路嘅聲響。而呢個咁大嘅睡房咧，旁邊亦都添置咗一組嘅衣櫃，上到頂添喎，儲物量都幾好。而呢間睡房咧雜物咧就比較多，業主咧呢度擺咗3張床，一張碌架床同埋一張雙人床。正係呢度雜物夠多咧，我哋睇到呢個房間咧有幾大喎。除咗呢組碌架床之外咧，後面亦都有一組嘅大衣櫃上到頂嘅，儲物量同頭先嗰間房一樣都係好豐富喎。由睡房行出去客飯廳，我哋見到呢個客飯廳咧擺位非常之方便。前面灰白色呢一座咧就係昌明街2號啦。呢度咧樓高6層。全部咧都係一梯一伙嘅設計，非常適合啲中意清靜嘅朋友啊！呢一條跑馬地嘅成和道，屬於跑馬地嘅主幹道，購物、食肆、消閒、去銀行一應俱全啊，非常之方便。而成和道呢度轉上去昌明街2號咧，都係幾步嘅路程。如果為咗小朋友讀書，搬嚟呢個校網小學12區同中學嘅灣仔校網，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旁邊呢就係南塘道啦。雖然呢個單位呢裝修就舊啲，但係相信經過新買家嘅改造之後呢，呢度嘅會煥然一新嘅。喺跑馬地唔夠9000蚊嘅尺價，呢度呢就足夠吸引啦。一梯一伙亦都有好嘅好處。雖然樓齡咧就65年，但係呢度外牆同埋行人嘅樓梯咧，亦都保養得宜。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呢個單位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8，我姓蔡嘅，拜拜。